大主各位前缘大家，大家有爱。老师有啊。入学真欢喜，嘛相逢相享，有遮尔好的机缘，伫这个重要活动，以诸位前缘大家，大家共出一道，共同来接受了天恩祖地加庇，咱拢爱感恩的啦吼，感恩着老庙的慈悲，以及咱祖师爷奉赐台湾。 咱师尊师母两位老大爷的恩典，加诸医生，各位前贤的苦心切话、栽培以及提拔，咱才有遮尔好的因缘，而且有学习了缘的机会。讲起来，互项呢真紧张啊，因为要承担这历史内面的意境，就是咱。 好老前缘伊开悟行过来，向行的学校的心得，离修班的过程，无法度通去甲伊阐述哩万一。那请诸位前缘大德，伫咧学习的过程，也得用一份心来补学校的不足。学校要来以诸位前缘参考的这个历史，是承受着会知影咱杨岭林吼。 自然生于有缘，搁就讲书来，互学会使讲是属于后壁段，要来做一个参考，要来做一个参考。等下互学内面的音符走出来，若是红色的，就是咱历史的本文；若是乌色的，就是互学个人学习做一个讲解。咱互学就来念一解。 社会有如大染缸，不长则如大褪色缸，褪去实染精积之味。咱会知影，就讲师伊加甲咱讲，咱是人，啊，伫人群当中，咱拢知影，敢若出世着面对着家庭成员，三个叫做种，啊，咱拢知影，伫今这个社会当中。 坦白讲啊，人咧讲有三色啊，五色花，有三教九流，有五花十色，有千奇百怪，种种的因缘，其实咱咧讲会讲，这个灯红酒绿的佳期，使人迷惘。所以伫咧不知不觉当中，咱咧讲的潜移默化中，环境在影响一个人，在默默的影响。 相信什么叫做潜移默化？潜移默化中，就是讲本味无显现，但是不知不觉已经受感染啊。相信咱过去，尤其像互学这年代有电视拢在放映一个个泰山猿人，还是猿人泰山。啊，伊由来其实这个泰山猿人，因本来因爸爸就是英国的贵族。 啊，因爸爸的爸爸就是搁承续着因阿公，即种伫咧因的即个贵族中间，因有一个爵位、爵位，所以伫即个会议上，伫国家的会议上有一席之地。所以当1888年的5月份，就是即个泰山猿人的爸爸甲即个因太太，就是泰山猿人的妈妈，迄阵拄好怀了伊即个泰山。 猿人这个，啊，怎啊？因为受了奉命去到西非无开发的所在，要调查英国的殖民地，因迄就是秘密的进行，真秘密的进行。所以讲，因怎啊安尼坐飞机，然后到落伍所在，怎啊离狮子山搁换船，伫这个中途的时阵，怎啊船夫呢叛变台西领导的将官，才官上台西村因这个泰山猿人的爸爸甲妈妈，啊，因此泰山猿人是咧西非这个赤道的，啊，应该讲起来，伊身躯老是贵族的血哦，毋过伊怎啊，因妈妈然后过身，因爸爸过身，这个泰山猿人就是安尼，伊虽然身躯是人身，毋过呢，伊的行为拢亲像高山啊。 所以咱看到电视荧幕，就会看到迄个泰山呢，哦，伊就叫出迄个猿猴的声音，然后吊手啊对这边，海过迄边，哦，拢是毋是身躯是人，
毋过是言人的习性。互咱来要来讲即个社会有如大染缸的，因为咱人受了环境影响，无一个兄弟姊妹讲出世出来就廿分早才出世的，嘛无讲伊出世出来就会跋筊、会吸毒、会杀人放火，就是因为受了环境影响，而变成咱咧讲的讲罪恶满身。所以讲，二三二经安尼讲，讲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本来拢同款的，拢真天真无邪，但是随着环境的影响，慢慢在变化，慢慢在变化。毋只係講近水就濕，近火就燒。詩經內面安尼講，講若甲君子交，甲一個有修持人交，敢若像入迄個自然，就是火的香味。啊，久有當啊用香哦，但是較久就無聞到迄香味啊，因為已經互淨化啊。啊，若甲少年交，甲無修持的人，甲遐種種有歹習慣做伙，就安那。亲像日饱雨之事，人咧讲鱼啊，若臭车吼，敢若安尼甲伊做伙违规景，足侪人咧食薰哦。咱人离迄个较久的，连迄衫烫起来甲鼻拢有迄个熏味啊。可见即个环境影响人真大。因此，佛陀世尊甲伊的弟子出去，伊就甲经过迄个菜市场，啊过去的时阵呢。迄鱼啊，毋是亲像正讲讲甲咱输落啊地，就是鱼啊有鱼鳃，伊怎啊用锁啊甲藏对迄个鱼鳃安尼，啊怎啊灌伊个手里？啊，佛陀世尊伊就叫伊弟子阿难尊者捡迄个藏过鱼啊的鱼锁啊，甲伊定咧手叫，然后佮叫伊放掉，讲鼻看伊个手生做安怎？伊讲有臭车味、臭的味啦，是安尼无毋对。咱若有接近啥，就会受啥物影响？尤其未开悟的时阵，当然若开悟，医事处拢有道啦。但是还未开悟的时阵，加上咱过去有本来的习惯，加上即个因缘现在科技的环境，咱拢知影文明发达，电视媒体的污染，甚至连电脑、网络上嘛有足侪种种，使得咱呢。讲起来要全身而退，真正有所困难。真幸运呢，咱今仔日有了求了宝贵的大道，会当进了道场。这个佛堂啊，咱若做生意人拢讲，店地就是生意迄个店面啦。啊，若大楼讲叫做公务，啊，佛堂就是安那，我大觉者住的地方叫做佛堂。嘛是咱老母意志的所在，也是天堂的报名处。佛堂嘛是众生的服务处，佛堂嘛是真理的推广处，嘛咱心灵的加油站。佛堂嘛是办道的合作处，佛堂更加是品行的教育处，佛堂嘛是心灵的福利处，佛堂嘛是咱人的避难处。哦，会使讲佛堂伊的殊胜，伊的因缘足侪，伊有法度通啊，甲咱所念念的，敢若一个明珠，本来一粒明珠是足光亮的，毋过去拉啥物个落个歹照伊，照伊佛堂伊的殊胜因缘，真理的教育之下，互咱内心生了有忏悔，有忏悔的水，真理的水。功德水就有法度啊，甲即个明珠经过污染，甲洗净，就是要褪去实染净质之味。要甲即个物件一要甲伊洗净，但是事实上讲的需要有功夫，需要有功夫。安怎讲？咱何老师要甲咱注意讲，人业事人人相秉持不自洁平，感不自恩义。报不知功德，风铃日进一道，离不知当面错过。咱何老前年已经甲咱讲啊，讲需要人，毋是针对一个人，逐个人无例外，进了道场，每一个人
上至贤明，下至一般的修道生，感觉拢爱上就是时常不间断的去秉，就是秉着上天，持就是把持持守拥有佛的德行。要退去头前面这10点5即5件披一毛病，爱有这哦，就是讲爱有用心用功的条件，爱秉持着佛，就是一个大觉者。佛的德行，佛哪有啥物德行呢？咱定来拍开经文就讲有3000的威仪，800的世行。伊哪有3000的威仪？因为自心当中有道。爱德行是经过累积而来，伊自心当中有道，一直去甲行持的。咱讲要讲感佛的恩义，互学拢安尼想。咱若无行过，无心得讲，我同感应得到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敢若亲像讲，人若犯罪，互关起来，虽然爸母足疼咱，毋过伊嘛无法度解救咱的自由。佛足关心咱，足疼惜咱，师尊也步步关照好。但是如果咱若无迄个心境，无迄个意境，无迄个赞处，要会当感佛的恩义困难。唯有心得内面才有得，有行过才会去感受着。互较要伫遮甲咱做一个强勉。这个忠诚就是讲爱不间断，毋是初一15来献一个香。毋是参一个小班，那安尼讲起来呢，还佫不足啊！必须爱不间断时时甲秉持着佛的这个德行，确实需要咱安怎如何去甲伊用功。那安尼讲啊，有去感受着道会显现自心自悲迄下显现，自然就会报佛的功劳。安怎报佛功劳？自然就会去度生。产生慈悲心，唔免人讲，就会自动自发，因为有感动就会付出行动。那安尼讲起来，一直不间断的去甲行持，然后方日尽伊道，自心当中的道心显露，持离行止。而且讲离不抵当面错过，因为咱事实上讲互学，尤其。慢慢安尼甲体受起来，咱会当进入了道场，坐这位善意，咱着爱坐稳，着爱坐了坐在法船，要互咱离真正离这个苦海当中，真正有一个真互咱安稳的。咱家己即讲啊，要秉持着佛的德行，咱家己爱这个自心当中应该有去甲认识。有去甲认识，有去甲是内面有自修心、自修性。遮讲要报恩，就是外口有去行道办道的这个种种因缘。要会当开悟，要会当讲了消生了事，毋是讲伫遮讲空空洞洞，亲像讲口头禅直直讲尔，事实真正。实实在在、切切实实，无去甲做过，德行是无法度啊流露，也许咱会当蒙骗兄弟姊妹，蒙骗别人，毋过咱袂当去蒙蔽着咱的心性，咱嘛袂当欺骗着咱家己的心性。所以讲，这一课互学要来以最前提参考，咱要安怎真正要退掉咱自心当中。这过去的5件实量，确实无用一款彻底功夫，实在毋是遐简单讲明珠啦吼，互九倍尘劳封锁，要讲真正展现伊的光芒，方法爱搁勤力行止，那么互学来以至于这个强烈，而且讲诚如古诗云：乌影山前一山顶，照铁大地放光明。有人识得厝顶食，便是终生不老情。咱和老前人借着古诗甲咱讲，乌影。